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到珠寶長知識嘅時間。點解有啲首飾會勾到衫，有啲非常舒適順滑？關鍵原來係鑲嵌嘅方法。唔同嘅鑲法其實係一門結合物理同美學嘅工藝。今日同大家講下5種最常用嘅珠寶鑲嵌方法。第一種，包鑲 bezel setting， 工匠會用金屬將寶石完全包圍晒，再鎖緊粒寶石。好處係個金屬邊框可以全方位咁包圍粒寶石，減低撞擊嘅損傷。同埋因為完全冇爪，所以一定唔會勾到衫啊。底部又唔容易積塵，保養簡單到爆啊，好適合平日佩戴。第二種，爪鑲 pawn setting， 工匠會用金屬爪，通常4爪或者6爪，抓緊寶石嘅腰部。好處係金屬爪極幼細，遮蔽寶石嘅面積好少，光線可以從4方8面穿透寶石，令寶石睇起嚟更大更閃。第三種，軌道鑲 channel setting， 工匠會先喺金屬內部雕琢出2行凹槽，再將大小相同、厚度一致嘅寶石整齊排列，並鑲入軌道入邊。好處係金屬長從兩側夾緊寶石，形成流暢整齊嘅線條，同時唔會有爪勾到衣物，戴起嚟非常舒適順滑。第四種，隱形鑲 invisible setting， 軌道鑲嘅進化版。工匠會喺金屬底座雕琢出極微細嘅金屬槽位，與特製軌道網格，將寶石逐粒精準咁滑入並鎖死喺金屬槽上面。當所有寶石鑲好之後，寶石與寶石之間完全睇唔到任何金屬，成件首飾表面平滑無縫，視覺上好似一塊完整嘅寶石，極具奢華感。但要達到呢個效果，每一粒寶石都必須重新切割，務求達到無縫貼合。整個過程極度費時，而且喺切割與鑲嵌過程中，寶石嘅損耗率非常高，任何微細嘅差誤都可能導致寶石碎裂㗎。正因為難度咁高，隱形鑲通常只會喺最頂級嘅高級珠寶先會見到嘅。第五種，微鑲 micro pave setting， 微鑲係一種極為精細嘅珠寶鑲嵌工藝，工匠會喺顯微鏡輔助之下，將極微小嘅碎鑽緊密地排列，並用極微小嘅金屬微釘固定。好處係視覺上幾乎睇唔到金屬，碎鑽與碎鑽之間密密麻麻，可以將每粒碎鑽嘅光芒發揮到極致，閃爆全場啊！今次分享到呢度，大家如果覺得呢條片有用，歡迎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啊！亦都歡迎大家留言話俾我哋知，你哋有咩想學想知。下次見啦，拜拜。